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2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今天不聊这些房地产交易数据也不聊什么小阳春，我们看几个新闻。首先是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的，一季度地方卖地收入下降24%，土地财政如何转型？在地方政府卖地收入依然不容乐观的背景下，地方的发展模式和财政收入汲取方式也需要及时转型。近日，财政部披露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这就是咱们俗称的卖地收入，是5176亿，同比下降24.4%，这降了1/4。这一降幅与去年同期15.9% 和去年全年14.7% 水平相比明显扩大。也就是说土一点，通俗一点，就是今年第一季度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是比去年是断崖式下跌。你要知道，从2021年开始，卖地收入就一直逐年在下降，都是2位数在下降，结果到了今年一季度还加速下降。如果我们要看到3月份什么小阳春，一边是上海创新高，北京也没少卖，但是一边是政府的地卖不掉，这个怎么解释？至少说明新房这个是不行的。所谓的小阳春不过是二手房，便宜的房子卖了一些，但是新房肯定是卖不动。如果一旦新房火爆，那政府的地它也能卖得掉了。所以这个东西大家都能理解。这个数据是财政部公布的数据，这是第一财经报道的。当然了，专家看法不一样。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告诉第一财经，今年一季度土地出让收入的下滑是土地供应节奏高频少量、房企拿地意愿低迷及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高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稳楼市系列政策持续发力，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推进，房企债务问题更好出清，预计这一降幅会持续缩窄至个位数。这还早着，现在是加速，对不对？土地收入持续下滑的原因，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重要财源，2021年达到8.7万亿，历史峰值。此后受楼市低迷的影响，地方卖地收入量价齐跌。2025年这一收入降至4.2万亿元，峰值期已腰斩。今年一季度这一收入降幅有所扩大。既然财政部公布的这个数据，那大家就要做好心理预期，所有的公务员、事业单位这工资收入越来越难了。大家不要再觉得还能加薪，还能收入增长。你想的卖地收入下降了1/4，这个缺口从哪儿找去呢？这就像一个家庭一样的，对不对？你家庭月收入下降了一半，你说你这家日子肯定过得就越来越难了。本来2个人工作，结果1个人下岗了，失业了，找不到工作，没收入。所以接下来无论你是有没有编制，恐怕日子都难过，都要勒紧裤腰带。但是有专家不这么认为，有专家说咱们跟高收入国家咱们仅差135美元人均，说我们人均收入再增长135美元，我们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那什么时候？专家给了个时间，是2027年。这个专家就叫林毅夫，说2027年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想这不就是又是为银先麻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专家？我感觉就是反制，大家都觉得越来越累，焦虑，收入下降，找不到工作，按揭贷款还不起，身边的裁员的越来越多，自己的工作好像感觉也是朝不保夕的。但是这边专家说不要急，2027年我们发达，不是叫高收入国家行列，就变成高收入了，是不是？这就是撕裂，对不对？专家一边唱高调，但是我们每个牛马却感觉到压力，感觉到不轻松。好在这个经济学家马关元对此持否定态度。马关元就直接说，他说林毅夫2027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论调是偷换概念，刻意误导。这我觉得这马关元说的有道理。我们看看马关元他是怎么反驳的。马关元说，这熟悉林毅夫的人都清楚，他说这早已不是第一次预判，这在多年前林毅夫就预判中国最晚2025年进入高收入序列，到了2025年又调整为2026年，如今最新说法直接顺延至2027年。而林毅夫这个论断的核心依据是按照世界银行2026年标准，全球高收入经济体最低门槛为人均
GNI 这玩意儿什么东西不太清楚，反正是13935美元，感觉有点像人均 GDP。由此计算出中国距离高收入门槛仅相差135美元。大家努力，每个人努力。咱们咬牙送外卖的，你一天多跑个1单2单；开网约车的，一天多接2个单子；咱们做视频的，一天多做1个视频。每个人都要贡献自己力量。那么我们2027年就是全球高收入国家，跨入这个门槛，就大家一起努力啊！135美元人均，对不对？这使点劲。这林毅夫说，依托国内稳定的 GDP 增长节奏，最晚到2027年，中国就能稳稳跨过这条划分线。马官员说，他说表面看数据贴合，逻辑通顺，但深挖底层逻辑就能发现，这套说法全程混淆概念，弱化现实，刻意淡化核心差距，对普通大众存在极强的误导性。马官员说，首先要理清关键前提，林毅夫引用的高收入划分标准是世界银行专属贷款分级标准，绝非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综合发展水平的通用标准。什么意思？我给翻译一下，这世界银行它不是专门是放贷款的吗？它主要是给不同的国家的，也有贫困地区、贫穷国家，有什么中等发达国家，有发达国家等等，它把国家分类或者经济体分类之后，世界银行就给他们贷款了，给他们贷款就是贫困国家，那就基本上就无息贷款，没有利息。你发达国家，你利息就正常给。如果你这国家是叫欠发达，或者是叫什么发展中国家，那好，你的利息就低一些，就优惠利息。那它按什么来划分？刚才说的这个高收入什么这种划分标准，这是世界银行的，它是为他放贷款享受利息优惠政策而做的一个划分。它不是标准，不是用来衡量你这个国家到底什么这个收入，比如说1000以上的有多少人啊，这个中位数是多少，人均教育程度这等等，它不是用来衡量这些东西的。也就是它是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数字，一个指标，而且这个标准是30年前设定的。这一套划分体系唯一初衷是精准划定信贷优惠资格，从来不是用来界定一个国家是否富裕、是否发达。但林毅夫这个人，他曾经做过世界银行的是行长还是副行长，也就是他在那儿上个班，他应该对这套非常熟悉。这就是坏了，你对这一套标准非常熟悉，你拿来糊弄大家，你不给大家讲清楚，这就有点像夹头一样的了，这就是坏了。如果说你说咱们自媒体或者普通人对这个一套标准也搞不清楚，引用了，你要说这个人，你说我不懂，但是你林毅夫，你专家，你是在世界银行上个班的，你对这一套应该很熟啊。林毅夫刻意模糊这一核心背景，直接把世行的贷款分级门槛等同于大众认知里的高收入强国评判标准，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也是误导的起点。马官员说，其次他说官方顶层规划的核心目标是2035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也就是咱们到2035年咱们的计划也只是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那这个中等发达国家如林毅夫口中的高收入国家，完全是2个维度，不能混为一谈。也就是林毅夫就在这儿混淆概念，明年咱们就是高收入国家，但是国家说了2035年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你说这不又是要清产是遥遥领先了吗？这又是要弯道超车，是超国家的车啊，这又是赢麻了，对不对？实际上世界上对一个国家发达不发达是有一套严苛的标准的，有这个公认标准。林毅夫他绕开不谈，他专捡一个这种世界银行的这种人均 GDP， 拿这个单一的标准来衡量。目前全球公认的发达国家及地区一共是43个，咱们现在是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吧？反正不到200个，那就是发达国家一共才43个。评判这个国家发达不发达绝不是一个指标，是有多方面的指标，多个维度，绝非单一指标。但是即便拿出单一指标人均 GDP 这一项，那么43个发达国家的人均 GDP 最低的那个是拉脱维亚，这就是波罗的海3国那个，人家是人均 GDP 2.3万美元。如果咱们把43个发达经济体，你就挑人均 GDP 这一项来比，那最低的就是拉脱维亚 2.3万美元。那我们2025年人均 GDP 是13953美元，那这个跟拉脱维亚
这个就是最低的拉脱维亚，咱们还差1万美元，这人均啊，这1万美元靠外卖、靠网约车、靠咱们做视频，那就很难追上了。马官员说，林毅夫闭口不提2035年中等发达的核心目标，拿世行很水的低门槛、高收入标准大肆宣传，无形中拉低了大众对国家发展阶段的客观认知。马官员说，第三个不容忽视的核心真相，即便单看经济指标，我国当前发展水平远远算不上高收入梯队。尽管2025年我国人均 GDP 接近 1.4 万美元，连续3年突破 1.3 万美元大关，但横向对比全球，这一数值仅仅是全球平均水平。结合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全新全球经济体排名数据，我国人均发展水平在全球也就是70名左右，处于全球中等偏上的中位区间。一个人均指标刚好踩在全球平均线的国家，非要强行说成即将迈入高收入序列，本身就很别扭，更像是脱离现实的文字游戏。马官员也举了例子，说如果用人均 GDP 这个单一指标，有很多国家这个单一指标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是它这国家却你不能叫它发达国家。比如说沙特，你能说是世界发达国家吗？恐怕很多人很难接受吧。沙特的人均 GDP 很高，数值远超发达经济体门槛，但因为产业结构单一、科教实力薄弱、社会发展滞后，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国家和机构认可其发达国家身份。最后马官员说，如今公众对各类专家言论的信任度持续走低，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部分从业者脱离现实，刻意迎合，片面输出，只讲利好话术，回避客观短板。我们必须理性认清自身发展阶段。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就在世界平均水平，民生短板明显，社会发展指数有待进一步提高。在2035年要真正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补齐产业、民生、社保、科技等诸多短板的任务很重，切不可为追求一个水分很大的高收入国家而忽视我们的真实发展水平。正式差距远比用注水指标制造虚假繁荣、传递误导性预期更有意义。客观看待发展成就，清醒认知现存不足，才能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保有最理性和真实的判断。你看马官员在这个事情上面，这个观点还是比较客观的。但是马官员在看房地产这一块也是屡屡失误啊，跟林毅夫天天说进入发达国家一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误。为什么马官员老师他多次说一线城市已经稳了3年了，对不对？就今年他还稳不住，就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数据它交叉验证之后，你就发现这中间有问题。所谓的小阳春，所谓的这些成交量，你都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完了之后，你要对韭菜目前遇到的问题，你不仅要看这些中介发的成交数据，你还要看央行的数据，看统计局的数据，你把各方面数据一交叉一验证，你就发现哪儿出了问题，这就不对。央行公布的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居民新增人民币贷款不到3000亿，创下历史新低，同比降幅 72%。 你说就这个，你非要说一季度小阳春大家都打破脑袋去买房，怎么可能呢？对吧？一边是楼市小阳春呈现出火热成交量，另一边却是居民一季度贷款出现断崖式下跌，这两个矛盾你总得给个解释。这个理论是不应该，对不对？一边是楼市小阳春，那你这边居民贷款就会正常的增长，结果它是断崖式下跌，那你作为经济学家你不把它解释吗？这种异常情况实际上就说明了总有一个数是假的，那你总不能说央行的数是假的吧？所以只能说这些中介这些什么发布的这些统计数字恐怕有问题，各个地方发的这些什么成交量数字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看啊，说到数据我们就要扒开看一看。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自媒体作者他写的，他说800万人深陷房贷预期，你就从这个你也知道房子它涨不了，房子也不好卖啊。现在800万人房贷逾期，这个数字在哪儿来的？说截止到2020年4月，中国执行网执行失信人数高达850万人，其中
因为房贷断供导致的就占了800万人。要知道，变成失信人员在社会上真的很难生存。是什么让我们从有存款变成了没钱还房贷，从一个小康家庭变成老赖？弃房断供真的是让买房人最后的选择吗？说一，经济下行，收入突然中断，还不起了，这是断供的最主要的原因。一个家庭收入来源突然断裂，高额的月供变成了无法支付的账单。衣食住行里面，住排在第3位。如果一家老小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还谈什么住楼房？数据现实，约45%的家庭都迎来了失业潮。在餐饮、房地产、教培，我们认知里相当赚钱的行业，都在持续的裁员。很多家庭从双职工变成单职工，月供更是拖垮很多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二个，他说真的如专家所说，现在家家存款都超过了10万吗？其实现实当中，许多家庭财务都是很脆弱的。说句难听点的，不负债就已经很好了。这些断供数据里面，约60%的家庭储蓄都低于5万元。面对家庭必要的开销收入，这点存款根本无法覆盖3个月以上的月供。一旦没有收入来源，违约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以贷养贷，冲动买房，资金链断裂。说不买房就落，没房不结婚的焦虑下，38%的断供者承认当初是冲动买房，根本没考虑长期的压力。很多年轻人把未来10到30年的收入透支，甚至许多人通过借新的贷款来付首付，很多靠拆东墙补西墙来维持月供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因为断供潮的持续上涨，监管政策也在持续收紧，将大数据识别的借款人标记为高风险或者多头借贷，那么他们将面临着平台被拒、信用卡额度降低，严重的还会冻结，让很多年轻人无法通过借贷来拖延还款周期，断供变成了唯一的选择。很多家庭因房贷正在返贫，所以在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的双重打击下，这时断供的数据在短短7年内涨了数百倍。银行从一开始的高傲法拍，到后面的笑脸相迎、协商还贷，这无非就是房子经济真的勾不动了。800万人真的不在乎自己的征信吗？逾期一旦开始，债务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所以说，你只要睁眼看一看这些数据，你就知道这个楼市现在是什么一个现状，面临的是什么一个矛盾。我们再看看这个日经中文网，他今天刊登一篇文章，叫中国在线买房排队现象的背后。这文章说，他说进入4月以来，中国多地再次出现类似房地产泡沫时期那样为购房而通宵排队的现象接连出现。这是因为大幅降价的新建住宅采取先到先得方式销售，新房降价将波及占中国个人资产约70%的存量房产价值。此前一直封闭的潘多拉魔盒是否被打开？通宵排队买房在线，尽管销售开始时间设定在下午1点，但却从前一天开始排队。4月5日，在江苏南京市江北区一处新建住宅项目先到先得销售中，出现了70多组通宵排队购房者。江北区位于长江北岸，从南京市中心来看，属于江对岸，随着交通设施完善，该区域作为价格相对可负担的新兴居住区而受到欢迎。在中国，即便是住宅楼这类高价商品，也是先到先得销售常见的手法。开发商可以促使客户尽快决策，加速资金回笼。而对购房者来说，相比不透明的抽签制度，只要是提前排队就有机会购买，更具公平性，双方都有好处。在房地产泡沫时期，围绕优质项目先到先得的销售，通宵排队本是常态。说当地媒体扬子晚报报道，以浙江省为中心开发高端住宅，被视为民营房企胜出者的杭州滨江集团等推出项目，价格如周边二手房相当，同时还附带车位和家具。由于定价远低于预期，
居然这么便宜，反应引发购房者蜂拥而至，几乎售罄。文章说，房地产泡沫破裂后，中国禁止开发商大幅下调新房价格，由于二手房价格可以自由波动，持续下跌，而新房价格维持高位，导致库存积压，形成扭曲的局面。限跌令最早由湖南省岳阳市在2021年8月发布，规定不得低于备案价15%以上销售。此类规定随后在全国扩散，其出发点是防止新房降价传导至存量房，从而对地方经济造成冲击。房价下跌还会导致负资产问题扩大，一旦违约将形成银行不良贷款，若无力偿还，中国个人还可能失去诸多生活权益，就是刚才说的800万人断供变成老赖。同时，地方政府在出让房地产开发用地的土地使用权时，也不得不降低价格，也就是你房价下降就会导致土地的价格下降，土地价格下降，那政府卖地它又便宜了，政府赚的钱就少了。这文章说，他说汇瑞综合研究所主任经济学家岳刚直树指出，如果是在过去，周边愤怒居民可能会砸毁售楼处，这个经常出现是吧？这个老业主去维权，你这自己就降价，你说怎么回事？但如今中国或许已到了不得不接受现实的阶段。他认为，在大量库存尚未消化的情况下，进一步降价不可避免。你看，这就导致房价在下行嘛，没毛病。实际上这个就证明了你降价还是能卖得出去的。你也要想把房子卖掉，你就降价。现在还有人愿意买，所以开发商就拼手速，看谁快。那你开发商你降价我也降价，那导致房价就要下行。但是这个房价下行好的一面就是你库存没了，能卖掉。那当然坏的一面就导致这个二手房价格也得跟着跌。说日本经验，首都圈房价曾腰斩，中国为避免重蹈覆辙而研究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又是怎样的情况？根据不动产经济研究所资料，野村证券整理的数据，东京圈新建住宅楼价格在1991年中期达到峰值，每平米就是120万日元，之后持续下跌。1997年日本消费税上调进一步压低房价，2000年至2002年间甚至出现50万日元区间的月份，就每平米。从开发商资金周转角度看，相比1997年水平，也有项目降价50%，这个结果就是成交量仍维持高位，每月可达7000到8000套。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价格下降都会激发需求。这个就是日经中文网它的观点是，就像日本一样的，你降价，你成交量还能上去。不过说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中国房地产市场何时能实现供需平衡，价格触底仍是未知数。从现实来看，地区经济差距较大的中国，问题难以一蹴而就解决。例如，直辖市天津在2026年1月仍出台规定，如果低于备案价5%销售，需获得批准。你看，这个就不让它降价。这一明显滞后的限制措施，显示政策仍在摇摆。中国媒体称，天津新房库存已达28个月，郊区甚至高达40个月。相比之下，经济较发达的江苏省苏州、无锡等地已率先取消限价令，通过将大幅降价作为新常态来消化库存，回笼资金以支持新项目。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地方经济停滞将持续。这是日经中文网的一篇报道，它这个报道的核心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现在降价去库存还来得及，你价格一降还有人买。现实也是这样，俗话说得好，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只有卖不掉的价格。最后我们再看一看这过气网红城市杭州。钱江晚报它今天报道，杭州红盘车位最高曾卖49万，如今只卖18万。就不要说房子了，连车位都暴跌。杭州一红盘交付4年，500多个车位打包出售。最近杭州已交付的红盘叫橙之华庭发布了剩余车位整体转让的竞价通知，项目有533个地下车位拟对外整体转让，以竞价方式确定收让方。作为当年的大热红盘，橙之华庭已交付近4年时间，为什么还有500多个车位未售出？
如今这些车位可以卖多少钱？中签率低于10%的红盘，交付后成交很活跃。橙之华庭是2018年钱江世纪城的100亿帝王项目，2019年开始入市销售，正值杭州楼市行情火热时期，首开推出147套房源，中签率仅7%。而等到2020年最后一期推盘时，218套房源中中签率更是低至4.4%，热度极高。你想一想吧，当时那个场景，2020年呢，恒大还没爆雷，当时钱江晚报记者曾报道过，报名摇号橙之华庭的人群中有不少是投资客，当时有投资客设定了目标，摇进前20名才考虑买，如果选不到低楼层低价房源就会弃选。那时杭州还没有出台限售政策，因此橙之华庭在2022年6月交付后可以直接挂牌销售。钱江世纪城的某中介门店李店长告诉记者，因为橙之华庭比世纪城三兄弟更新，颜值更高，加上交付后物业维护的不错，在二手房市场成交一直比较活跃，尤其是交付满2年后，即便楼市下行，月度成交也经常是2位数。在去年二手房整体下降的背景下，个别房源成交单价还能高达9万元。而作为板块内均好性较强的项目，橙之华庭入住率也很高，我们粗略估计入住率能达到90%。但是从车位来看，那是腰斩的不止。与热闹的二手房成交相比，橙之华庭的车位行情显得冷淡很多。李店长带看时曾去过车位，有大量的空闲车位。橙之华庭整个小区1988户，起步户型99平米3房，主力户型127到146 4房。实际上就是按照这样的体量，车位不应该难卖，但橙之华庭的车位配比高达1比1.46，整个小区有2900多个车位，也就是说在没有绑车位的情况下，橙之华庭这几年已经卖掉了2400多个车位，相当于大部分一手房业主都已经买过车位，有些还买了不止一个。在一手房销售时期，橙之华庭车位售价高达49万元一个，已接近杭州车位的封顶价50万元，这也是限价时代的特定行情。但交付后车位完全价格进入市场调节模式，在超高的配比之下，价格就断崖式下跌。这个负2楼车位最低只需要18万元一个。不光是橙之华庭这个车位价格暴跌，今年年初另一个红盘和品将剩余697个车位打包出售给了第三方，随后价格大降。地下2层车位根据不同位置，价格仅 9.8 万到 11.8 万元一个，地下1层车位价格 12.8 万。相比新房销售期地下1层50万元一个，地下2层46万元一个，相当于打了 2.5 折。你说这个车位降得更狠。一期的时候，新房的时候买了车位的业主，那恐怕现在也是裤衩子都赔掉了。50万买的，现在就值18万。什么样的车才能配得上50万的车位呢？你得买辆好一点的车，对不对？好一点的车，现在车也是消费品，贬值了，车位也贬值几十万，在车贬值个几十万，这一下就小100万没了，灰飞烟灭，加速中产返贫。还有人买2个车位的，那不更惨吗？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